荃灣如心廣場一期宏景軒飲茶，宏景軒前身係宏景悅宴，商場指示都係用返宏景悅宴。港鐵荃灣西站 D 出口出站後過馬路，沿大河道直行，去到如心廣場一期，搭電梯上3樓就到酒樓啦。星期1至5早茶9點至12點，12點前埋單離座，下午茶2點至3點半，2點後入座。星期1至5早茶同下午茶，茶錢都係12蚊。星期1至5早茶同下午茶，小點20個8，中點28個8，大點34個8，特點39個8。星期1至5選正價點心有75折，因為有75折，選正價點心抵食啲。缽仔飯21個8。早茶缽仔鳳爪排骨飯21個8，有2件鳳爪，4件排骨，材料十足，味道正常。古法馬拉糕小點20個8，7五折後15個6，馬拉糕軟綿，唔太甜，好食。乾蒸牛肉燒賣28個8，加咗馬蹄，爽口彈牙，唔錯。下午茶燒鵝米線36個8，粉麵飯78蚊起。下午茶燒鵝米線36個8，燒鵝皮脆肉嫩，好食。瑤柱珍珠雞28個8，餡料比較少，唔夠熱，麻麻。千層薑汁糕19個8，薑味比較淡，一般。早茶埋單100蚊，下午茶埋單120蚊。